先视好这个状况。好，这个状况比较没那么好，刚刚会变黄牌。7日下晡，在北区公园路 YMCA 发生一氧化碳外泄，造成24名民众中度送医事件。市长黄伟哲在第一时间就前往现场了解状况，同时针对这件意外表示担心，未来将会落实公共以及营业场所加装一氧化碳进步器。昨天是幸好发现的早，然后抢救的早，疏散的早。那我们这是不幸中的大幸，但将来我们不能每次都依赖这种幸运，所以说我们希望说，将来会落实每个营业场所、公共场所，凡是有用到火的部分，就要装饰这个一氧化碳警报器。我们过去常常发生在冬天，尤其最近这几天气温很冷，大家洗热水澡，有时候用传统的瓦斯炉、传统热水器。如果用传统热水器又在密闭空间里面，坦白讲是很危险的。所以说家户过去也曾经发生过洗澡或者是说使用热水器，就造成一氧化碳中毒的。所以营业场所因为有很多消费者，所以这个特别需要注意。所以我们觉得对于营业场所，我们将会落实要求装设一氧化碳警报器。昨日送医的24名民众，目前已经有10名出院，搁剩14人搁伫咧诊疗当中，状况稳定。这次伫 YMCA 发生一氧化碳外泄事件，所幸发现及时，才无造成更严重伤亡。不过，嘛显示出营业场所装置有方式识别的重要性。市府未来嘛持续落实甲查核营业场所一氧化碳进步器的装饰。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。